长夜里来呀，是啊是新年咯，这五路夫人真有钱咯。老公出门走无啊山坡桥，风流阿哥记手带慢见咯，哟嗨呀落地嗨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呀里头嗨呀落地嗨。我唔係問你，我就是唱順歌，唱順歌啊就是我。我本來嘅想法啦是講到好好誒，啱啱啊就係本嘅股票啊開到，可能一下是嗰不一咗，就來到入面唱順到想法罷了。喂，唱順歌呐。順呢，唱歌來呐。喂，小阿妹，我去做乜㗎？我去吐河。哦，有錢出了，實實咯。來，聲音調一下，坐好來哈。你啊，哪有好嘈啊？你就企好來啊！唱啊對啊，你啊來是唱啊有錢咯，咿呀子呀送，咿呀子呀夢啊情濃講，你夢愛放棄唔打啦錢咯，錢來，乜嘅錢啊？喲，也唔是出窮嘅希望啊，哪有人坐船吐河唔是錢嘅啊？歹勢啦，唱順歌，我根本日咧緊表表嘅出門，衫唔記得帶到錢，用個實係冇想講，大家都知我一條上運到風流樂天順，風流樂天順，所以你做在肥蛋嘅冇問題，就唔是錢賺完過後，迄講伊講唔出，伊就交本來做朋友，哈。人家聽佢講啊，佢一下苦到要死，鬼斬間加本錢。冇想過啦，唱順歌，大家都知哦。我啊係客家種嘅菜，種出題種客家下聽佢講，佢客家種嘅菜，我就冇按我就冇用客語來考佢，我用法語來考佢。喂。不曾出空的啊！你會不會念那個繞口令呢？聽好來哈！啊，扁擔寬，板凳長，扁擔沒有板凳寬，那個板凳寬啊，扁，到底是哪個寬，哪個長啊？聽好了呀，幾時黑啊？扁擔長，板凳寬，板凳沒有扁擔長，那個扁擔沒有板凳寬，扁擔要綁在板凳上，那個板凳不讓扁擔綁在板凳上，扁擔偏要扁擔綁在板凳上。唱順歌，你講嘅係唔係呀？係個係，就麻煩你老愛再過河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基莫，你哋應該會記得我嘅名誒。大家好，我是英基，你們應該會記得我的名字。今天的這一集呢，是要致敬客家電視台一個節目，叫做《葉條行葉公公》。這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節目，好，但是他們已經停播很久了，對。但是我真的非常的喜歡這個節目，喜歡到什麼程度呢？喜歡到在多年以前的我看到了剛剛的那一段表演之後，我就是看了幾十遍，甚至有可能有幾百遍，就是我已經看到。我連在沒有稿子的狀態之下都可以把它背起來，你就知道我已經看了多少遍，我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，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，大家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。下個禮拜強強嘅時間，我記得來喲，走來了。